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1月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9篇第1节到第5节，30节到36节，创世纪第3章第1节到13节，罗马书第4章第1节到1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恩典之约。上个礼拜六是1月6号，是主显节。上帝的救恩透过耶稣基督向全世界显现，特别是向外邦来显现。这是上帝所赐的恩典，将救恩赐给了世人。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恩典之路之约的一个实践。圣经从旧约先知的预言，都指向了上帝所赏赐的弥赛亚的预言。这个预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就被实践了。预言就是上帝给世人的约定，信实的上帝必然要实现他自己的约定。最早，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上帝在他100岁的时候赐给了他一个孩子，并且要求亚伯拉罕家中的男丁都要接受割礼，作为这个约的记号。因此我们说这是恩典之约。创世纪17章第1节到13节的经文这样说道：立约的记号，割礼。亚伯兰99岁的时候，上主向他显现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要服从我，要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我要与你立约，使你有许多的子孙。亚伯兰俯伏在地，上帝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是这样的，你要做许多民族的祖宗，从现在开始，你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要做亚伯拉罕，因为我立你做许多民族之父。我要赐给你许许多多的子孙，他们的数目足够组成好多国家。他们当中会出一些君王。我要坚守我和你世世代代子孙所立的约，这是永远的约。我要做你和子子孙孙的上帝。我要把你现在寄居的土地赐给你和你的后代。这迦南地要成为你子孙永远的产业。我也要做他们的上帝。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必须坚守我的约，你和你的世世代代的子孙都要坚守。你们当中的男子都必须接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以及你世世代代的子孙所立的约，你们必须遵守。从现在起，你们所有的男婴，包括你们那一些家里出生或是向外国人买来的奴隶，在出生后的第8天都必须接受割礼，以此作为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在你们家里的每一个男子都必须接受割礼，留在肉体上的这一个记号，表示我与你们立了永远的约。好了，那重点是割礼吗？当然不是，割礼只是一个记号。重点在于上帝的恩典，在于上帝之约。
以人类的历史来看，约定的方式会改变的。最早是用握手的方式来表达双方的约定。那小孩子我们都知道，他们喜欢跟人家打勾勾来表达这个彼此的约定。在江湖上，彼此的关系是用换帖的方式，特别是朋友之间的兄弟之约，我们就说他们是换帖的。现代人当然是以备忘录啊、彼此订契约写誓言等现代的方式来交换完成彼此的约定。在这些历史形式的变革当中，不变的是约定本身，我们说内涵。这正是上帝透过亚伯拉罕割礼所要表达的恩典之约的内涵和模范。在亚伯拉罕的立约之后几千年，耶稣基督的降生更是实践了上帝不变的爱、恩典与约定。罗马书第4章第1节到12节的经文，保罗这样说道，标题说以亚伯拉罕为例。至于在血统上作为我们祖先的亚伯拉罕，我们该怎么说呢？如果他得以被称为义人，是由于他的行为，他就有得夸口了。但在上帝的面前，他并不能夸口。圣经上说，亚伯拉罕信上帝，因他的信，上帝认他为义人。做工的人得工资不算恩典，而是他应得的。但是那信靠判罪人无罪的上帝的人，上帝要因着他的信，而不是他的行为，使他跟自己有合宜的关系。大卫所说，那不靠行为而蒙上帝认为义的人有福了，就是这个意思。他说，那过犯蒙宽恕、罪得赦免的人有福了，那罪过不被主计算的人有福了。大卫所说的这福泽，只是属于受割礼的人吗？不是的，他也属于没有受割礼的人。因为我们已经引证圣经的话说，亚伯拉罕信上帝，因为他的信，上帝认为他是义人。这是在哪一种情形下发生的呢？在亚伯拉罕受割礼以前还是以后呢？是在以前，不是以后。他后来受了割礼，这是一种表征，证明他在受割礼之前已经因为信而成为义人了。所以对所有未受割礼因信而被上帝认为义的人来说，亚伯拉罕是属灵的父亲，他也是已经受割礼的人的父亲。不但因为他们受了割礼，也因为他们跟随了我们先祖亚伯拉罕在未受割礼的时候那一种信心生活。所以割礼不是得救的重点，不是恩典的中心。就如同经文提到的，亚伯拉罕得蒙恩典是因为上帝所赐，是因为他的信心。